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2020的这个台南性平月。这要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听看市长要甲咱讲啥物。为着配合每年10月11號台灣女孩日，並實踐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打破傳統家庭性別分工，尊重多元的性別友善精神，並且以公私共心、性別同行為主軸，以展覽講座行動電影院等方式，將性別平等的觀念融入其中，促進相關的議題討論甲對話，營造台南真做是一個友善多元的城市。公私同心，性平同行。在10月份整个月都是性平月哈，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我们循着学校的体制，那感谢各位区公所区长的投入，能够让在职场上、在学校中、在家庭里面，我们的性别有一些更能够让我们的下一代还有这一代能够深植人心，这是我们很期待的哈。所以这个路这个是目标还在那边，我们只能说一步一步往目标推进，不敢说我们做到最好，只能说我们一步希望比过去做得更好。那希望在这边大家一起携手努力，往性别平等的社会努力迈进。现在时代也跟过去较无相像啦我嘛相信这方面的观念大家社会大众也越来越能够接受所以很开心今天市长市府这个记者会也期望未来社会大众大家共同做伙来努力打拼。由性別平等辦公室統籌，結合市府各局處甲台南市各民間團體共同合作，在台南著名性別地景愛國婦人會館辦理展覽系列講座，帶領民眾反思生活經驗中的性別現象，以少年性別歧視，提升性別平等意識，並營造性別多元文化。公私同心，性平同行。公私同心，性平同行。咱上一个世纪大家在讲男女平等，或者是讲女男平等某人讲两性平等但是咱到这个世纪21世纪，咱讲的是性别平等，到底这个过程有什么不一样咱今仔日呢邀请今仔日咱的贵宾来给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这个说明那么咱知影咱台南市是一个文化古都但是伊嘛是一个先进的这个城市啦讲到这性平咱知影伫咱台南市呢，会当讲是无处不性平是一个性平的这个友善城市。那么咱们展现咱性平的这个友善城市，咱有做这个活动还有咱市政府呢伫咱市长黄伟哲就职了后伊嘛真认真来推动咱今仔日讲的这个性别平等那么到底呢，咱推动到什么种的这个内容有什么种的这个成果在这个当中呢，咱有推动过什么种的这个活动那么咱今仔邀请到咱今仔的贵宾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要来给咱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那么咱今仔贵宾是咱台南市政府的这个参议，同时呢，伊嘛是咱性别平等办公室的这个执行长刘淑慧执行长你好。你好大家咱观众朋友大家好。是，我咧希望来搞到21世纪啦咱讲多元成家即嘛同性都可以结婚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咱当然这个很多的吵吵闹闹也好啦很多的争议也好总算呢我们也走到今天但是这个过程需要做这个努力加做这个共识因为这个观念可能都是要随时的更新啦那么在这当中，如果我有讲
嘛，吼，咱过去可能讲男女平等啊，哈，还是讲女男平等啊，还是讲两性平等啊，哈，起码新的名词叫做性别平等。到底吼这个过程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吼？咱专家啦吼，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是，感谢吼，感谢咱主持人。啊，这个大家虽然真侪人拢知影讲性别平等，对，但是大部分的人嘛是个会讲吼两性平等较济，对，哈，因为这是一个习惯。那因为传统来讲啊，真侪人就是讲啊，查甫的、查某的，吼，啊，就是干那这两款啊，敢搁有第三款。啊，但是咱社会咧进步吼，全世界拢咧进步啊，这个潮流吼。所以讲，咱这个性别平等就是包括除了查甫的、查某的，啊，咱搁有多元性别，嘛搁有跨性别，其实这拢一直存在，毋是讲咱这个有人啊，其实拢有这个存在，只是讲伊无显现出来，吼啊，大家无去甲了解，啊，大家无甲关心，所以讲咱即马社会愈来愈进步啊，人的这个素质嘛愈来愈悬，所以讲咱希望讲吼，咱大家会当更较进一步来熟悉，啥物叫做性别平等？除了男跟女以外，除了除了查甫的、查某的以外，吼多元性别、跨性别，甚至是这个双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在想咧，咱今仔看电视吼，做者咱阿公阿嬷啦、爸爸妈妈啦吼，因为第一个年代吼，我们。像我们也是啊，我们从小被教育的是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他如果咱执行长在跟我说，还有第三个样子嘛？其他人没讲第三个样子啊。那么讲的这个性别平等哈，但他都在讲呀，两性平等，这个两性都不能讲了嘛哈，现在只能讲性别平等了。因为两性就把一些人排除掉了。对，其实拢是咱的周边的。一寡民众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是多元，然后呢，我们要尊重这些多元哈，跟我们可能不太一样的少数人呐哈，应该他们算比较少数了哈啊，即使他们是少数，我们也是要尊重，有他们的权益嘛哈，那嘛是爱尊重啦哈。那么咱呢这个他说我介绍的是讲哈，咱性别平等办公室哈，所以哈，咱有这个性别平等办公室，表示讲哈，咱对这个性别平等是很重视啊，是不是哈？请咱执行长先给咱介绍一下，咱的性别平等办公室伊在做什么工作？是真侪人可能拢唔知影啊，其实咱市政府就是2年来吼，啊，咱有这个性别平等办公室，啊，性别平等办公室其实伊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推动。要推动性别平等，但是就是讲上重要，伊是这个为台南市政府的26个局处，26个局处，啊，甲37个公所，啊，这个机关单位，啊，阮去促进去推动因的这个性别平等的工作，譬如讲因的政策。好，咱台南市政府所有局处、所有公所的政策、活动、计划，还是伊的设施，好，比如讲厕所，咱公园，大家拢知影，咱的公园有公厕嘛，好啊，公厕怎么样让它成为性别平等友善的公厕？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政策跟措施，所以讲，性别平等办公室人无足多，但是黄市长真重视，所以。讲到性别平等，伊拢所有的活动，伊来当来支持来参加，啊，伊就来参加，互这个局处啊知影讲啊，市长带头来去做这个真性别友善的这个城市，所以讲咱市长伊的政见内底嘛有讲，真重要的就是讲彼此尊重，彼此尊重才能够。达到这个性别友善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建立。那但是虽然就是讲咱市政府，咱这政策，咱这推动，当然是阮的主要的业务，性别平等办公室主要的业务啊。但是呢，上重要嘛是爱有社区的民众会当知影，到底有做
多一部分的设施，也是跟这个性别平等有关系的。是。那么，咱性别平等办公室一共成立2年嘛，哈，这2年来哈，我在想，可能有办过一寡活动哈，因为我就像刚刚执行长说的嘛，哈，要让民众去了解，那民众可能就是透过这活动哈去认识嘛，哈。那么，咱主要办过上面这种活动，咱主要就是讲，其实性别平等办公室哈，就是去推动嘛，就是讲某一个局处，哈，伊要做伊要做一个活动，活动内底，伊来讲，比如园游会，还是讲市集，阮会希望讲，伊其中要有这个摊位，是来说明，还是讲用游戏的方式让民众了解什么是性别平等。好，那另外就是讲比如讲。各局处的一寡伊的政策，比如讲劳工局，伊要办这个点心房的培训，劳工局一般咱来讲要做烘焙，第一个想到的有可能是查某囡仔，这个家事，这个做这个煮食，其实煮食足侪足够的是查甫的，厨师男生呢，像那个烘焙很有名的，对，很多都是主厨都是男生嘛，所以讲就是讲，因会去看讲，这个来报名参加的，查甫较侪啊，查某的较侪，拢希望讲会当平衡。参与。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就有在注意，了。对譬如讲社会局，伊会办这个向阳工作坊，就是讲和这个妇女当然性别平等，当这个业务，还是讲这个职业，查甫的特别多，比如讲水利啦、工务局啦，这方面因为查甫的这个工作人员特别多嘛，特别多的时阵，可能就会去注意到讲是不是女性较无容易入来，伊就会去注意，阮就会希望讲，伊爱去注意讲是啥物原因，女性较袂当来参加，社会局伊若讲女性足侪人来参加，可能社会局就爱去讨论，也是讲设备，也是讲这个报名的时阵，特别去注意讲，这嘛爱互男性来参加。所以讲性别平等就是讲，唔是讲干那没有刻板的，嘿，唔是讲干那替查某的去发声。其实啦，讲伫某一寡工课内底，女性伤济，其实嘛欢迎，比如讲保姆训练，对。保姆训练以前都是女生，对，都是女生。护士以前都是女生，对，都是女生。那我们就会努力的去想想，有没有可能让一些男性朋友也能够进到这个行业，比如保姆。真的现在有男性保姆，对。还有这几年长照，前2年我都这个参与很多长照的任务。那长照。照顾的，咱一般伫厝内底照顾的，查某囝、新妇，对，还是太太来照顾厝内底，成为照顾者嘛，对。但是就是讲，家庭照顾者一定是要女性吗？不一定啊，只要她能够去培训、去培力，伊嘛查甫嘛是会当来做。所以讲，咱这个照服员就是讲照顾服务的，会做这个工课的人，咱即嘛。希望嘛鼓励，用一寡鼓励的方式，鼓励查甫的，伊嘛会当来做这个受这个训练，来做这个工课。所以就是讲，多一个行业，咱就希望讲，咱讲的讲，莫甲隔离啦，莫甲隔离。比如讲，点那个男人不进厨房，对，这是古早讲的，古早讲的公话嘛，男人进厨房也是一个好事。对，除了那些主厨以外，那我们家务分工等等的，加的东西。推动性别平等的一寡真好的这个政策，必须讲到这就是两性啊是两性，就是性别平等啊咱政府的一点但刚领头羊嘛这些企业嘛很多了像以前那个我们在政府单位那些一级主管都是男生但是后来渐渐的女生越来越多我们执行长就是代表之前也是我们台南市社会局的局长嘛所以我们的这个政府已经当领头羊，也在带动这个趋势这种这个方面那么我在想呢，咱性平办公室当然成立2年算是婴儿。我觉得说，比这当中应该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或是说社会上不了解，可能会产生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挫折，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尤其是吼，咱诚设立嘛吼，啊诚设立，大家当然民众会讲，哈，什么叫做性别平等办公室？吼，当然真侪人唔知影，啊，尤其是啊，局处虽然知影讲啊，这性别平等最重要的政策，因为政府是责无旁贷，爱去做这个工作嘛，爱带领着啊，比如讲领头羊，啊，带领民众来认识，然后建立这个性别平等的友善的一些作为啦、测试这个政策啦、措施哈。但是就是讲，大部分的人吼，阮办公室真心实，就是讲名片递出去，哈啊，大部分的人拢会皱眉头啊，这是什么？这是要做什么工课？哈啊，但是阮甲伊讲了吼，其实啊，慢慢伊就讲哦，原来蛮包罗万象，就是讲啊，伊的这个范围其实真宽啊。比如讲，即摆大家拢知影的，就是讲咱高龄的、身障的啊，或者是讲咱在我头拄仔讲的这个找工作，不能像劳工。他们很多不能设定有没有？那你招募的时阵袂使写，我要爱10步来，我要几公分，我要几公分，我要几岁以下，拢袂使，这拢有罚钱，这拢有罚钱。所以讲，这拢是广义的性别平等啊。当然有的人想讲啊，性别平等是不是刚刚你讲同婚？是不是拢你讲同志？其实无这么不是这么窄化，没有这么狭窄。没有这么狭窄，其实吼，咱包括讲啊，比如讲，咱所有的伫厝内底，真侪这个分工哦，比如讲家务分工，这嘛是性别平等的一种哦。比如讲啊，咱这个身障的哈，女性身障者，她有一些需求，对，哈，需要被重视，那这个也是性别平等的一种。还有就是性侵，然后不论是校园内、校园外啊，性侵的事件，或者是儿童虐待的事件。或者是家暴的事件，其实我一直要说，因为我长期在关心家暴，在处理这样的事情。家暴古早就是讲无怕袂乖嘛，对啊，这个就是一种父权，而且是那种父权的那个父权的思想嘛，哈，父权的思想就是讲啊，什么为以前这个中国的思想讲为。这个女子与老人难养，难养女子，你看就会讲女子，啊，其实不一定是安内，所以这就是咱要去改变价值观，对，好，咱要去改变讲啊，这个价值观，啊，所以咱会用真济活动啊来甲民众说明无处不性平。为什么无处不性平？因为现在的社会一直很开放然后我们一直在进步其实你不进步有时候你就自己落伍了。像很多咱那个执行长在讲啊，以前像那个性侵啊，有时候雇主性侵他的那个外佣啊，是讲伊的那个或是说在家暴当中你家暴自己的家人如果你都不知道这个已经是现在立法了，或者是说已经有那个法律去保障你，那个刚一讲爬是刚去讲到时候人家就出来可以告你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是要学会真正的尊重了。真的。那么咱今天讲到咱2020年这台南性平月我在想咱今天最主要的这个内容，我们是不是跟我们的咱的乡亲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台南性平月它最主要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是咱台南性平月今年是第2年要办咱自这个去年就是108年咱第1届办咱第1届办，咱当然是为着要破除这个性别的这个刻板印象。比如讲查甫的头拄仔咱主持人嘛有讲着，查甫的拢爱穿蓝色的，对，女孩子拢爱穿粉红色的，其实咱今年防疫口罩，就慢慢就这查甫拢爱戴紫色的、粉色的，对不对 ？Hello Kitty， 对，所以讲这个观念都有改变了嘛，对，不一定是有这个。以前如果这样子会被笑，对，那所以我们今年的设定就是就是一个展现，希望能够展现自我，能够多元展现，能够这个认识自我，然后多元展现，肯定自己。那我们就一系列的，我们10月1号一直到10月底，10月31，那我们有一系列的，每一个礼拜都有1场到2场的，包含我们首先会登场的就是我们的展览，就是我们的白女图。
对，为什么我们有要白女没有白男？我们先办白女，下一次以后我们会办白女。白女图就是说，我们把女性的这个风貌，那有100张的这个图来展现出有100个风貌，对，100个风貌，年纪不同啊，然后她的一些个性不同啊，职业不同啊，它会有各种，所以我们会展现出白女图的这个风貌的展览。那我们有2个地方展览，一个是在我们的市政府的社福大楼，一个是在我们的妇女馆社福大楼有一个妇女馆。那另外就是在我们的转运站，咱台南的这个转运站公园对面家，台南公园对面家和民众会用较接近伊来单车就会当看这个展览。第二个就是讲座，我们有各种讲座，就是真的是无处不性平是。那我们现在很夯的这个水交社园区水交社公园，那我们会到那边那办理这个各式各样的讲座，包括白女图，我们邀请到谢女士她画这个是这个作者，我们邀请她来谈谈。跟民众谈谈他画白女图的心情，然后他的用意然后跟大家交流。那这个也是讲座的一场。那另外我们会谈到很多面向社会参与，那我们会谈到这个女力，我们要看到女力嘛那有农业女力、经济女力等等的议题。那我们设定各种讲座。来认识。那比较特别是今年跟去年不太一样，就是今年我们加了2场这个工作坊。那工作坊的对象我们也特别有锁定，就是说其中一场咱就是要请咱的少女。20岁以内的、以下的比如说高中生、大专生，或者是轻熟女那我们就是因来熟悉性别平等，国际的一个样貌，国内的样貌。那这是一个工作坊。那另外就是我们邀请同志的家庭，还有同志的这个团体，那来跟大家来做一些探讨，议题的探讨，然后分享因的生活的日常，因为大家都感觉因就神秘对，然后都有时候也很好奇，很好奇。那我们不担心这个好奇，我们希望越多人越好奇，因为好奇所以想来了解，因为了解所以可以接受，同理。可以接受，对，同理，然后就不会带着这个有色的眼光去看他们，所以他们也乐于站出来分享邀请民众来听看卖咧，讲我无什么无讲，咱拢是同款的，我们都是一样，我们没什么不一样，所以讲这个工作坊。这2场的工作坊是今年较特别，咱甲去年不同款的。除了工作坊，咱嘛邀请咱头拄有讲的经济女力，所以咱嘛希望讲一寡办市集就是摊位，摊位咱今年特别伫这个农业，农业女力，搁社区的民众来设摊，社区的这个发展协会来甲大家分享，借由因来参与，社区的人来参与，伊就会当伫在现场来了解性别平等，用安尼足自然的方式，互因了解，进一步参与，搁进一步来关心这个议题。我想这就是讲，希望最后能够打造无处不性平，就是安尼。搁有阮去年嘛有办10场巡回的电影欣赏，去年是用金孙。这部电影，金孙是你讲新住民，比如讲一来，为着要这个公公婆婆为着要爱一个金孙嘛，这个故事甲这个继承，就是讲查甫的继承，查某以前咱拢讲查某囡仔袂使继承，拢查甫的财产拢查甫的，所以去年阮迄个电影就是咧讲这个议题。今年咱要讲大饿，不斗腰的腰哦，那我们这个大饿。饿肚子的饿，这个大饿这个电影是台北电影节一个伊就是你讲这个社会对于这个水标准太过单一，所以这个电影阮会去10个区去巡回，互社区的民众来看，或者做父母的阿公阿嬷的，做长辈的会当讲因为这个电影所以讲会当来接受讲。
美是可以水是会当足侪款的。对。啊，搁好这个因为譬如讲生了无符合的这个现实的这个社会标准的吼。过日子过足艰苦，比如讲伫学校会去用欺负，啊伫学校吼会去用霸凌，吼会去用踢球，啊所以这个部分咱就透过这个电影，嘛互囡仔知影讲啊，咱袂使甲别人笑，袂使学别人笑，其实讲这么多，其实就是2个字，就是尊重。有时候对，有时候人家说蛋生鸡，鸡生蛋啊，有时候就是说，到底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个影片啊，看一个电视啊，或是说新闻啊，你要放在新闻的这些主播一定都是很漂亮的年轻的女孩子嘛，吼，那就是说他已经定义在那边了哦。那到底是因为咱观众爱看，我们观众的问题，还是那个媒体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大家喜欢看很赏心悦目的，这也没有错，这嘛无唔对。但是就是讲，若是无符合这个所谓的现实的社会讲的这个水，还是讲啊，看起来赏心悦目。啊，我都天生，我都唔是，我都天生都无法度嘛，生出来就是安尼。所以咱要强调的，唔是讲每一个人拢变甲遮水，还是讲每一个人你袂使去讲你要看水的，唔是安尼讲，只是讲你莫去讲踢球，啊莫讲欺负，吼啊莫讲这个霸凌，吼因为长相的关系，因为大块的关系，因为瘦的关系，还是讲高的像巨人这样子，吼就是讲尊重每个人的特质，每一个人的他的样子，他的特质，因为他。除了外形以外，搞不好他在某一方面有一些专长。是，好，那我们懂得去欣赏别人的专长，不一定就是他的外表，不一定只有一个样貌，对，不是讲跟他看外在啦，吼，咱讲的内在美，啊，其实这就是讲彼此尊重，我尊重你真悬，你嘛尊重我真矮，啊，我尊重你。这个喜欢瘦的，但因为真济，这个不管是查甫的查某的吼，即马拢会感觉讲啊，我为着要瘦，所以我都还摇不到。很多的方式哦，所以大二，我摇不到，我要想尽各种办法吼，用尽各种方法，开出这钱的，吼，为着要追求迄个单一的美。所以人讲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就是讲大家爱家己知影讲家己的特质的对，要去发挥自己的特质，那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展现的。对。那么我在想啦吼，咱性平办公室未来还有做好的这个远程的规划啦吼，是不是请咱执行长嘛，跟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分享？好，感谢。我想咱当然黄市长也一个政见的讲彼此尊重，然后最后就是要建立友善的台南，让台南成为一个友善的城市。台南它既然有这么深的文化，让人讲很深的文化底蕴，那也兼容并蓄，哈，就是讲啊，咱可能拢足友善的，哈，台南人足有人情味的，对，哈，这个人情味，唔是干那讲哦，真表面的安尼这个人情味，咱是会当更较深入的来尊重别人。其实你来尊重别人吼，你就袂讲想要去共欺负。对，不管厝内底还是厝外，你拢袂想要去共欺负，因为你得尊重伊的这个原来的性，还是讲原来的个性、原来的想法。当然咱未来吼，咱嘛是这个政策吼。推动甲这个措施的推动，这是嘛是咱性平办公室真重要的工作。咱追求无处不性平的友善城市，一定是我们性平办公室以及我们召集人就是黄市长黄市长他的一个重点任务，无论在职场或者是在其他的方方面面的各方面，都能够展现性别平等。今天感谢哈，咱性平办公室执行长咱刘淑慧刘执行长来给咱介绍哈，咱2020的这台南性平月啦哈，嘛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婉婉哦，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见，谢谢大家。